Hi， 各位街坊大家好啊，我係 Henny， 喺中山呢度就做咗10幾年嘅地產經紀啦。咁今日咧就係冬至，首先咧祝福大家冬至福至快樂至。今年我哋中山地產持續低迷嘅情況下咧，市場嘅分化係越嚟越明顯嘅。有啲人咧係靜雞雞咁入咗市抄底，有啲人咧賣樓咧大半年都賣唔出去。如果你正打算喺中山買樓，唔理你係剛需上車，仲係改善置換，我有8條真實嘅建議啊，請你認真睇完。第一，首先要諗清楚你點解要買樓呢？動機決定方向啊。如果你想落戶返學嘅，咁就要睇東區、石岐區呢啲高質量學區啦。通勤深圳嘅，你咧就要關注馬鞍道啦、南朗啦、開發區呢啲片區啊。往返港珠澳嘅啊，着重考慮坦洲同埋三鄉啊。如果你係預算係非常之有限嘅，咁就要選擇神灣啦、板湖啦呢啲邊緣嘅區域。世界上咧冇最好嘅房屋，只有最適合嘅需求。第二，深中通道嘅紅利，真正能夠承接深圳外日嘅只有馬鞍島。佢嘅規劃能級高，配套咧會逐步咁樣去落地。火炬開發區佢嘅產業強，有跨市嘅公交。嗰啲遠離主城區冇產業支撐嘅鎮區，哪怕佢嘅房價再低，亦都好難會享受到呢個紅利啊。第三，買新樓先對比二手樓，好多人係衝住新樓盤顏值落手嘅，結果發現咧同一片區。次新房會更加平，戶型亦都唔差嘅。記住，地段嘅價值唔會過時，產品力咧會貶值。我個人嘅建議咧就係，如果係新樓嘅單價咧比周邊二手樓要高出15% 以上咧，就要警惕呢個日價啦。4，老破小唔係唔可以買，但係咧要有稀缺嘅屬性。有啲好似東區啦、石岐區呢啲核心區嘅老破小區，雖然樓齡比較長啦、好舊啦，但係咧佢勝在步行咧就可以到學校啦、醫院啦，佢生活便利、煙火氣足啊。學區有保障，呢類型嘅房咧仍然而家仲有流通性嘅。冇學區偏遠嘅老破小咧，就建議冇掂啦。第5，物業差嘅小區再平都冇掂啊！一個小區住得舒唔舒服，90% 係要睇物業嘅。睇樓嘅時候咧，你就要注意啦，有冇垃圾堆積啦，電梯新一舊啦，有冇亂停車啦，綠化嘅情況做得點樣啦，有冇門禁啦，管理嘅情況鬆唔鬆散啦，呢啲細節咧係決定你未來居住嘅一個體驗嚟嘅。第6，預算有限，冇可能每一種要求都可以滿足得到，咁咧我就建議按以下嘅排序嚟考慮係比較妥嘅。先考慮交通便利性，再係咧周邊嘅配套齊全，比如話有冇超市啦，有冇菜市啦，最後咧就係小區嘅整潔。雖然咧每一分錢都好重要，但係咧千祈唔好犧牲基本嘅生活啊。第7，查佢嘅一個真實嘅成交價，冇俾嗰啲掛牌價呃咗嚇。要知道呢啲樓值唔值錢咧，可以俾中介提供近半年一個成交記錄，實際成交價幾多，同埋掛牌價咧會相差幾多。成交週期咧係3個月啦，或者係半年啦。最近係咪頻繁咁降緊價啦？數據咧比未來嘅規劃會更加真實嘅。第8，冇指望暴漲，因為中山咧係一個比較慢熱嘅城市嚇，中山唔似得深圳啦，一夜翻倍之類嘅，房價走勢咧係更加偏向於穩中有升嘅。所以咧我哋嘅心態咧要放平，冇要求暴富，住得舒服，小朋友翻學方便，將來咧能夠順利咁去轉手。呢啲先係大多數家庭嘅一個真實需求嚟嘅。咁總結一下啦，明確需求，做好取捨，冇盲目咁追熱點，亦都冇低估佢核心板塊。多睇樓，多對比，少啲聽人哋嘅故事，將你啲資源集中喺最關鍵嘅1到2個位度。咁你喺中山買樓最糾結嘅係咩呢？評論區傾一傾啦，或者係訂閱 Henny 嘅頻道，我哋深度連接一下。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